如何建立新的播放清单？就是看影片，然后按那个媒体库啊，有没有？右下角有没有媒体库进来这个画面？有没有看到播放清单？然后下面加新增播放清单，按下去，新增播放清单，要按继续哦，继续新增播放清单。先想好，然后再贴上去也可以。刚刚有复制好了，再贴上去，最好有加井字号，方便搜寻。网络资源探索了。刚刚有做一个 YouTube， 我加那个频道主参考资源，然后来私人的要按一下变公开的，选公开，按建立，然后来观看一下这个画面是不是有新增网络资源探索，然后没有影片，那怎么加？怎么让它变成有影片呢？从那个观看记录来，观看记录有没有？第一个研究那个 YouTube 频道那个订阅人数的排比，影片搜图右下角3个点按下去，然后第二类储存至播放清单，然后等它显示哦，然后来按勾选第二个，刚刚有勾选了，你看你网络影片经验，网络 YouTube 都可以，影片资源选集，然后频道主 YouTube 参考资源，有加好的那个就是频道主，然后按完成，以此类推，就这样操作哦。这个也是这样操作啊，新手攻略。按完成，勾选好，按完成。